世界360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嘅題目呢，就係要睇一睇究竟英國同加拿大兩個執政黨嘅政府呢，邊個喺應付阿 Trump 方面呢係做得比較好啲嘅。喺講落去之前，請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好啦，我哋睇到阿 Trump 上台之後啦，佢就到處喺度，你可以話亂笠也好，或者佢認真也好，又話吞併加拿大，又話全世界關稅，咁啊，其實邊樣係真嘅呢？咁啊，真係睇佢做咗先知嘅。咁其實我哋就睇翻兩個國家啦，即係英國同埋加拿大啦，去睇一睇佢究竟點樣去應付阿 Trump 嘅。咁我首先講一講加拿大呢一邊嘅情況先啦。其實就加拿大咧，我哋睇到咧就係佢就係採取一個強硬立場嘅，可以睇得到咧加拿大人對於呢一個Trump 嘅一啲關稅嘅措施咧反彈好大，情緒上反彈好大嘅。咁然而咧呢個自由黨執政嘅自由黨咧，亦都利用呢個機會咧就去呢個民粹咧就係反撲阿 Trump 嘅。然而而家目前嘅自由黨咧，亦都係處於呢個民望嘅低位嘅。咁佢利用呢一個情緒嘅反彈咧，竟然係令佢哋可以谷底回升，民望支持升高嘅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加拿大準備大選啦，原來阿 Trump 咁樣做反而係有利於自由黨翻身嘅。咁然而其實加拿大咧採取嘅強硬立場咧，其實都幾戇居嘅。佢嘅採取嘅態度咧就係話我哋要採取報復性措施，其實真係揾自己笨嘅。講真，某程度上我覺得佢哋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睇翻一個實際嘅數字啊，加拿大嘅經濟數嘅總量咧，其實都唔到美國嘅1/10嘅。如果真係按照一個正確嘅比例嚟睇咧，美國嘅經濟總量咧係加拿大嘅13倍嘅。咁其實加拿大亦都另一個數字就係話，佢7成半嘅出口咧都係依賴美國嘅。然而加拿大大家都知道咧，佢最豐富嘅資源咧就係石油同埋天然氣。其實呢啲嘢咧，石油咧全部都係送晒過去美國嗰邊咧去煉油，然後煉完翻嚟咧就送翻嚟嘅。佢自己都冇咁多煉油廠嘅，原來佢哋。咁然而佢又話，對於美國入口嘅貨品咧都要徵收25%關稅。咁又好戇居嘅呢件事。如果佢真係咁樣做嘅話咧，佢自己嘅通貨膨脹咧都會係非常之高嘅。咁亦都會造成好大嘅民生嘅問題啦。咁但係佢依然都係想咁樣做，但係情緒上佢哋而家想咁樣做，但係佢都係未實行啦。如果真係咁樣做嘅話，其實佢自己都搞到一鑊粥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睇得到如果美國咧，佢反而徵收咗加拿大嘅關稅，佢可能會有短期內嘅衝擊啊。但係咧長遠啲睇翻3、5個月之後，佢可以消化到呢個問題，因為點解咧？始終美國嘅經濟嘅總量咧都係大啲嘅。咁佢消化得到呢一個加關稅嘅影響，就唔會好似加拿大影響咁大。咁好啦，咁如果而家目前嚟計咧，加拿大就呢個民粹就喺呢一度啦，又話又罷買美國貨又成嘅咁樣，其實都唔係好 work 嘅呢個做法。因為點解咧？你望一望，如果加拿大有去過，你知道成街都係美國嘢啦，由你去到處都係 Costco，又係美國嘅。咁啊，打開個手機，個個都有個 Amazon 嘅 app 喺度買嘢噶啦。咁啊，去餐廳你都見到個個揸住罐可樂啊、百事喺度飲噶啦，啲汽水係咪先？咁你埋單嗰陣都係 Visa 同 Mastercard 噶啦。出去玩你唔係用 Google 咩？係咪先？咁另外仲有譬如話，好似喺加拿大，我哋見到有一間叫 Best Buy 嘅一個賣電器嘅啦，即係賣一啲電子用品嘅。都係美國嘅公司嚟嘅。咁你有咩嘢係可以逃得甩佢咧？咁樣咁好啊！我見到加拿大嘅人而家咧就話，我哋要buy Canada。咁啊，你 buy Canada 有幾多嘢啫？因為加拿大本身天氣凍咧，佢好多嘢都冇辦法自己做嘅。譬如話，尤其是蔬菜呢一類型嘅食物啊，佢完全依靠進口。而美國係佢其中一個最大嘅進口嘅國家。咁當然啦，佢亦都會同一啲墨西哥啊，或者咩摩洛哥，即係外面嘅地方買。但係主要都係同美國買，因為近啊嘛，運輸成本會低啲。你完全靠外面咧就搞唔掂嘅。咁所以其實講到呢一度咧，你都知道啦，加拿大其實佢如果將所有美國入口貨都加徵一個關稅，報復性嘅關稅嘅話咧，自己就會好大鑊噶啦。咁樣。然而咧，其實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佢嘅汽車業咧，亦都好依靠住呢個美國嘅
嘅生存嘅，因為其實美國嘅汽車裏面，其實阿 Trump 喺度講話美國可以唔需要加拿大嘅汽車，呢個係真嘅，因為其實美國每年1600萬架車裏面咧賣出去咧，其實即係都唔到100萬架咧係由加拿大做嘅，而呢100萬架車都係啲咩 GM 啊、Ford 啊嗰啲美國嗰啲車行嗰啲車嘅公司喺嗰度做啊，三大車行。其實就算我嗰度做少啲，唔喺嗰度入口，佢都可以喺第二個地方補翻嚟嘅，呢個係真。但係加拿大嚟嘅就係對於加拿大就係一切啦，成個車行業，所謂嘅車行業即係代工啦，都係靠晒美國嘅。所以如果加拿大美國如果真係制裁佢呢一個關稅嘅話咧，佢差唔多成有差唔多成10萬嘅工人會係失業㗎。睇到個數據係咁樣寫，咁所以就係話加拿大基本上嚴格上嚟講係冇條件去做呢件事，但係佢依然係咁樣做。咁其實咁樣做都好危險，因為其實咧我哋睇得到阿 Trump 係個咩人咧？其實講白啲，阿 Trump 就係一個黑社會大佬，即係佢好似一個大哥咁樣行埋嚟就同你講數嘅。咁如果你做僆嗰啲同佢對嘴嘅或者唔順氣嘅，佢一定係對付你嘅。我諗大家可能好多年前咧睇得到一套片咧，古惑仔啦，即係同啲大佬講數就係好俗㗎啦，就會講話喂，大佬俾條路小弟行下，我哋都要食飯㗎，即係其實呢啲好俗氣嘅講法，但係奈何阿 Trump 就係要咁樣同佢講嘢咯，咁你冇辦法嘅。但係加拿大嘅人情緒控制咗一切。咁其實而佢哋係會帶來毀滅性嘅後果。而家目前加拿大我睇到佢哋咧就係話，其實係處於一個極度不穩嘅狀態。結果造成一個咩效果咧？就係佢哋而家好多投資嘅公司，即係其實商人就冇祖國嘅，連加拿大自己嘅公司都會諗緊，喂，不如我哋唔好喺度投資啦，過去美國嗰邊比較安全啲啦，投資啲減少啲。呢一個就係造成咗心理嘅影響啦。咁好啦，其實講咗咁多係加拿大啦，咁你可以總結嚟計，其實佢哋就係即係一個好情緒嘅一個反應。我又講翻英國嘅處理方式，其實英國處理方式係非常之簡單。你睇得到呢個首相啦，斯坦默咁樣，佢其實佢呢個施紀賢啦，又亦可以叫做，其實佢好簡單嘅方法，佢就唔同阿 Trump 去對嘴。你睇到佢上次就喺美國嗰度，哇！你睇呢個人，你哋幾憎佢都好啦。我發覺呢個英國人嘅政治咧，即係比較純熟啲嘅呢個技巧。見到呢啲大佬咧，即係佢就會即刻能屈能伸啊，就行埋去笑笑口，着套西裝就喺度say hello 咁樣，跟住咧就帶埋封查理斯嘅王子邀請佢去拜訪英國嘅一封信。咁啊，真係俾足面佢咯。咁呢個真係一個政客嚟嘅。其實英國都唔需要同佢有咩應對。總之見到呢啲黑社會大佬，佢唔係黑社會又咁講啊。我覺得佢叫社團大佬好唔好？就係先低姿態先。咁起碼第時你起碼 Trump 都唔會喺語言上恐嚇英國啊，話我要加你關稅咁樣。咁其實如果咁樣睇落去嘅話，英國真係好着數嘅。你睇歐洲嗰啲又喺度同佢對嘴啦，又喺度話加你關稅。咁第時我睇個款。第時英國咪變咗一個免稅區，大家成個歐洲。如果 Trump 要加歐洲稅嘅話，咁英國咪變咗個免稅區，歐洲咪變咗過英國先去到美國咯。啊，美國特登俾咗呢個 Jackson 啊英國去用喎。所以其實咧，我嘅結論咧就係話咧，英國咧喺處理對呢個阿 Trump 嘅關稅威脅嘅手法咧，即係政治上嘅手腕咧，係成熟過加拿大好多好多嘅，就冇加拿大人咁naive 咯，冇咁戇居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喺呢一個情勢上高咧，我覺得英國可能會喺呢個機會之下咧揾出一線嘅另一個嘅生機嘅，因為始終美國都係全球最大嘅市場啊嘛，佢佔嘅啲 GDP 都係1/4嘅。你同佢關係好，你就會好啦。即係咁，你同佢關係唔好嘅話，你就會出現好大問題嘅。好，今日我哋嘅話題就傾到呢度，下次見。